再来看南部的消息，有两个画面分别出现伫咧台南甲高雄，这是特殊的景象。有环保团体伫安平港外海外口呢发现这阴阳海的画面，海水色水呢有够乌，质疑讲这可能是工厂偷排废水。另外就是高雄嘛出现因为大雨咧出现这个奇景，有民众用缩时的摄影呢翕到这个真高的云层，慢慢啊往这个港区逼近，这个云甲雨将规个高雄港呢拢总甲打掉咧，画面袂输是电影场景共款。真壮观！空游机飞过安平上港，这出海口的色水哪会这么乌？安平上港出来的水，它非常黑，很黑很黑，比我头发还黑。环保团体翕到这个画面，亲像阴阳海同款，乌啊像个目汁，恐惊是严重污染过。但是环保局讲，不是工厂倒排废水。最近天气比较炎热，会导致水中一些藻类的增生，所以由空拍机上空这样拍下来的画面，会看起来颜色会比外面大海的颜色比较深，这是照片看起来比较异常的主要原因。海藻增生造成这色水变深，这个讲法确实有可能，但是环保团体认为污染一直拢存在。我们有非常多的船舶，不管是轮船或者游艇或者渔船，他们的一些废水有可能也都直接这样排下来，所以所有的总和就是我们看到的黑色，这是其实是一个问题。台南阳海画面看起来真恐怖，不过高雄近期嘛出现一个数人赞叹的景象。高雄码头外海过拢乌云，有民众用手机缩时摄影翕来，高云层渐渐往港区逼近，就亲像电影明天过后迄一般，规高雄港拢是规片的云雾，场面真壮观。